大家好，我係老爸，想喺度分享一啲有趣嘅故仔同生活感想，希望你哋鍾意。今次想講嘅係有關達摩祖師同梁武帝相遇嘅故事。喺西元470至478南北朝年間，南天竺嘅達摩祖師坐船嚟到中國嘅南越，準備宣揚佛法。而篤信佛教嘅梁武帝知道之後，當然唔會錯失良機，希望同呢位高僧大德相見會面。達摩祖師亦都非常樂意，始終佢遠道而來都係為咗宣揚佛法。梁武帝如願以償，當佢一見到祖師嘅時候就問道：大師，自從我登基以嚟，修佛寺、抄寫經文、供養僧人無數，請問我有何功德？達摩祖師就好坦然咁回答：無功無德，就好似物件嘅影一樣，你話佢有，其實就冇。梁武帝聽咗之後好唔高興，於是又問：咁點樣先有功德呢？達摩祖師就答：要潔淨圓滿嘅得道者先至有，但係呢種人係好難有。梁武帝再問：咁請問呢個世界上有冇佛嘅存在呢？達摩祖師就答：冇。梁武帝聽咗之後好嬲，好唔忿氣咁又問：你身為僧人，知唔知道自己係邊個？呢個時候，祖師好冷靜咁答：唔知道。最後好嬲嘅梁武帝就將達摩祖師趕走。故事裏面嘅梁武帝因為自己嘅傲慢同無知，而錯失咗跟達摩祖師學法明理嘅機會，可謂愚昧之極。喺現今講求功利主義嘅社會當中，大家做所有嘅事都講求效能同結果嘅同時，其實有冇回想一下自己嘅初心同本意呢？如果連學習同做善事都咁有機心同斤斤計較的話，我哋又係唔係另外一個梁武帝呢？最終損失嘅人都係自己。其實只要係做啱嘅事，學習好，做善事都好，無謂斤斤計較同目標為本啦。反正對自己同受眾都係有裨益嘅，我哋只需要全心全意去做好事就可以，咁樣對自己同社會大眾都係一件好事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大家如果鍾意嘅話，唔該訂閱，俾個 like，同分享俾朋友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